感谢伊起顶个爸，伊帮助阮，甲阮弟弟，信心、亲心、勇传感动。当阮来面对甲你的话相拄的时，你亲心教示。下面的时间，肯定你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无你惊恁，无你惊恁所惊的吼。今日咱的经文加到亚利比书第42章，其实咱即周就会当甲亚利比书结束啦吼。本来后礼拜要讲亚利米哀歌吼，亚利米哀歌，毋过后礼拜咱是甲义工教会地牧师交换讲台吼，所以大家转去来好好读亚利米哀歌嘛。好，今日的经文所讲的，来讲一寡伊的背景吼。咱讲已经亚利米即个先知，到即个时阵已经是42章的时阵，已经亚罗撒冷就已经去互巴比伦已经攻占落来吼。伊驻前586天，吼582年，亚罗撒冷去互巴比伦攻陷吼，圣殿也被摧毁。毋过吼，足奇怪，巴比伦的军队吼，善待耶利米吼，因知影即个是先知吼，一个足奇怪的情形。咱顶礼拜讲过哦，亚利米去互当，即个先知去互当做啥货？去伊家己的同胞当做啥？背叛者嘛，叛国对无？哦，因为伊主张犹太人来降服巴比伦因为巴比伦这个国家来攻击犹大国南犹大是上帝的旨意。即马讲落来了后，巴比伦对亚利米所顶的证明他是不是那个 spy 是不是？伊是奸细这个先知真正可怜巴比伦善待耶利米巴比伦伊个叫因犹太人的人叫一个意大利伊担任这个所在的省长，那个省长，可以去管理就是啦。这人是好人伊足认真想。其他的皇室是较有钱的、较重要的人物，拢去互巴比伦帝国帝国甲这人清刷出去，对无？伊做努力在稳定在经营伊的故乡毋过有一个叫做以实玛利的人他有皇家血统。伊甲伊抬掉，甲所有留落来无去互巴比伦迁走的遮的人拢甲掠起来，掠起来。这个人杀死巴比伦巴比伦帝国所指派的这个王这个省长，伊嘛开始会惊所以伊就开始要走，人想要闪去埃及。即阵的亚利米最可怜的当巴比伦拍赢犹大国的时阵，我都讲过，这个人是善待耶利米先知的互伊选择讲，你要留伫遮，还是要对阮转去巴比伦？你若转来阮巴比伦，我要互你介好的款待。毋过亚利米先知伊选择要甲伊的同胞徛做伙伊留伫亚罗撒冷。我即马煞去互即个以实玛利颠倒去互伊掠起来，伊甲留伫亚罗撒冷的，留伫亚罗撒冷内面的人，包括亚利米拢掠起来，埃及走。另外一个咱下倒节目有提到，这个人叫做约翰纳，伊去约拍败以实玛利，佮甲所有的人甲救转来。甲所有人救转来，毋过即摆嘛出一个问题，虽然甲迄个以实玛利拍败甲人救转来，毋过遮个人嘛是会惊，遮
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的军队啊吼，因为因甲犹太人甲巴比伦所指派迄个省长害死啊，所以即马伊嘛毋知要安怎吼，到底因就来问亚利米，先知讲，到底吼，我即摆是要安怎？求你去甲上帝问看卖啊，啊无论是好是歹，我拢要听上帝的话，就是照上帝的指示啦。即马我是要留伫遮，吼，还是要走去埃及，吼，拢是都要照上帝的指示。吼，所以因是要转去耶路撒冷，还是要避去埃及，因真正无把握，因要叫亚利米会当去跋杯啦。咱台湾的传统，两件代志毋知影要安怎，跋杯着吼。啊，毋过过兄这，咱先跳出来吼。人咧跋杯的时阵吼，心内有伊的意思无？有无？有吼。所以你跋落吼，跋杯落，啊若神明无甲你回答，你会安怎？一直跋落对无？一直跋到安怎？我甲伊讲你的意思，哦，这是你的意思对无？吼，共款吼，遮个人嘛是，互你摇，遮个人要转去耶路撒冷，也是要走去埃及。各位兄弟，要看卖啊？心内因想的是要留伫耶路撒冷，还是要闪避去埃及？啊？要逃闪较对嘛，对无？吼，因为因开始巴比伦帝国所指派的迄个省长会惊嘛，吼，所以其实伊心内吼是要闪避埃及，啊，毋过吼，则佫有一个先知啊，吼，即摆来问先知，叫先知去问耶和华，吼，迄若耶和华意思讲，好，你去埃及，吼，大家拢做平安，吼，所以伊有一个愿望讲，好啦，无是好是歹，我拢要听从。啊，毋过亚利米10天了后，咱甲你的经文10天了后第7节，上帝话临到亚利米，吼，亚利米就去甲咱规个人叫来，讲吼，恁无得惊恁所惊的巴比伦，恁知安怎？爱留落来。耶和华讲，我要甲你立个，吼，啊，我立命令，我嘛要互巴比伦王立命令，要互恁转去。吼，互恁会当伫你的故乡徛起。哇，这是不是因的意思？这个是不是他们的想法？不是呢，哦。所以吼，伊讲，恁若去，亚利米继续讲，恁若去埃及，吼，恁所想避的遮个条件，会甲恁约定。互你用因到尾也是。耶路撒冷也是避去埃及，读到遮到还袂读出来。你若有读袂，你就知影，遮个人吼虽然安尼听了，伊嘛是安怎？款款的来埃及。啊吼，亚利米讲毋好去，应该先煞甲这个先知安怎？掠起来吼，做伙去吼，后摆若出代志，才有先知吼。所以头一应该亚利米讲是好是歹，我拢要听从，安尼敢真正？敢真诶？各位兄弟，咱基督徒，咱咧甲上帝祈祷诶时阵，甲上帝求讨诶时阵，咱有咱家己诶意念无？有咱诶想法无？啊，代志还袂结束之前，咱安怎讲？上帝拢遵听你诶旨意，对无？无论安怎，我拢接受对无？安那代志发生落去，甲你的想法无共款。啊，开始怨叹对无？哦，啊，开始要看，要撞看，会当找到另外一条路通行无？哦，今日咱的题目就是无得惊恁所惊的吼，无得惊恁所惊的。各位兄弟。伊讲无得惊恁所惊的巴比伦王，你毋通惊，我甲你立地。各位兄弟，我要问，今仔日咱所惊的迄个巴比伦王是啥货？咱所惊的是啥货？啊？
听中国。其实我拢咧讲哦，阮三个囝以后是中国人，所以唔免惊。若个照安尼落去，阮三个囝以后拢中国人。好 ，Reinhold Niebuhr 哦，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裔的一个美国神学家哦 ，Reinhold Niebuhr， 伊本册内面哦，人的本性与，哇，人的本性与什么？伊的一本最经典的册吼，伊去讨论一个问题，伊讲吼，人的本性与命运吼，伊讲人吼，所有的神学家拢会去讨论迄罪问题嘛，对无？吼，啊 ，Reinhold Niebuhr 嘛同款，伊讲人咧犯罪头前迄个阶段是啥物会互你摇？人要去犯罪进前迄个阶段，伊讲吼是啥物？是挂路啦，哦是挂路啦。伊讲，人有挂路的时阵吼，就要想办法甲即个挂路安怎消毒嘛，是毋是？各位兄弟是毋是安尼？你若要求挂路的时阵，你就互伊安尼要求落去是无？无啊，你要想办法嘛。啊，查甫人拢想啥物办法？你拢无念死哦，拢借酒浇愁，愁更愁，不是吗？哦，咱拢有要想一个办法，甲即个要求吼挂入消毒去。后头迄个Reinhold Niebuhr伊讲的意思是讲，人咧要求的时阵，抑阁无犯罪，即个时阵即个阶段阁无犯罪，啊，毋过开始要消毒迄个要求，其实有两个方向的做法。第一个方向，当你若勇敢去面对即个你无介意、无欢喜的情形，你若相信上帝，放手互上帝，你就袂犯罪。即个方向是袂犯罪。啊，毋过大部分的人无行即条路。当伊有要求的时阵，伊是要安怎？伊要用人的方法去消除即个要求，即个挂路。那各位兄弟，互你要看咩啊？人的方法会当甲咱所心头的挂碍所消除去，是用啥物方法？你会借着啥物物件？啊？酒，搁咧酒。啊，甲你讲借酒浇愁，还愁更愁了，酒无效啦。你会用啥物方法会去甲你所挂落的物件甲消除去？各种办法。哦，太笼统了，甲恁讲较清楚诶。啥物方法？你的权力、你的金钱，啊，甲你的关系嘛，是毋是？咱会去选择即个方法，咱袂去勇敢面对，去信靠上帝。咱会想要安怎？manipulate，咱会想要甲控制、要操作。啊，你若要控制，你若要操作，你得有啥货？你要有权啊，你要有钱啊，你要有资源啊。Reinhold Niebuhr 伊的理论就是讲，当人心头有挂碍、有要求的时阵，伊要甲消除，伊无去倚靠上帝，颠倒要照这个方法去行的时阵，伊就开始犯罪啊！啊，你知影意思无？各位兄弟有讲清楚无？吼，这介重要哦。因为我要举一个咱这张乐会这见效的咧，吼，这个拜四在四啊，记乐会唐长老结束了，唐长老咧甲我叫去边啊，甲我问讲，我有看迄个教会广播无？吼，有牵一件代志，吼，牵这个人，吼，我甲伊名仔写出来吼，袂惊，因为教会广播就甲伊名仔写出来吼。这个城中教会，这个庄坤明长老，伊是啥物人？鼎鼎大名，吼，伊最有名，伊是咱第15届，就是顶一届马街第2的董事长。你敢知影咱这个机构第2的董事长是安怎算出来？各位兄弟，就是教会权衡这个长老牧师去做的，吼，伊去做马街第2的董事长，敢来出钱
爱出钱无？唔免。你若要去做长庚医院的董事长，爱出钱无？爱哦，爱做这钱，你开当做董事对无？啊，毋过你若要来做这个马街病院的董事，迄是教会哦，是台北北部大会吼，权衡吼算出来才人去做董事，这是问题，这嘛是责任吼。教会委托你有这个权利去做董事吼，啊，才会董事选一个董事长。这人做一届了后，第16届，伊要搁做落啊。啊，毋过北部大会意思是要安怎？要换啦，啊，伊歪换，吼，伊总安怎？他拒绝下台，拒绝交接吼，而且伊去做一件做弄毒的代志。伊上诉卫生署，台湾北医上管的卫生署管，吼，伊甲董事会的纷争上诉卫生署哦，这卫生署上欢喜啊！卫生署会安怎解决？伊会派伊的公派董事入来，啊来甲你解决问题。啊，毋过通常卫生所的做法就是，伊若派伊的公派董事入来，人若有够济的时阵吼，伊会甲你改你的章程，会甲你改变你的章程。互这个本来属于长老会的病院变做啥物？变做国家的，吼。这个庄长老伊知影这项，伊就是要用这个步数，要逼教会留步，要互伊继续搁做咧，无伊就是要闹就是啦，吼。啊，所以即摆煞变做教会，咱总会咧甲伊咧打官司，吼。啊，迄天迄个消息有写出来，法官咧问讲，啊，这是啥物代志？哦，伊讲，这病院的董事是毋是教会派去的？啊，咱的律师就讲是。啊，法官讲，啊，既然若是的时阵，是安怎？这个庄长老伊要甲教会讨赔偿费，赔偿费偌济？互你要？要赔偿伊偌济？各位兄弟，讲一个数目。要一个数目，我听看觅啊。伊要讨偌济，就是讲，教会就爱互伊一笔钱，伊去要甲伊的硬性交出来。1亿哦，哦，果然是小麻雀，啊，小麻雀只讲1亿。啊？哦，你有听过？伊讨50亿。伊讲教会爱互伊50亿。伊去要甲伊的影啊交出来，所以讲你50亿是，互你是要创啥？你较有可能讲这个数目出来哈，50亿啊，伊要讨50亿，啊是安怎算？伊就算马街医院的资产，换算成他的权利，讲你不爱互我做董事长嘛，哦，啊你来互我50亿。哦，拢分去，大家拢分去吼。啊，不过即摆这个官司还在进行中。哦，这个是城中教会庄长老，另外一个是东门教会另外一个长老，两个歪落来。我要讲这什么意思？毋是要讲要甲伊拍歹伊的名声，毋是。我咧讲的是安怎这个人伊敢讨50亿？敢是第一届就讨50亿？会袂？这敢是伊第一届做这款代志？我甲你保证毋是。差不多10年前，我甲你读新阿院的时阵，10年前吼，2002年，安尼是不是10年？对，哦，10年前，这个人就出现啊。这个人迄阵是台神的董事，台神的董事。迄阵发生一个台神事件。有6个老师辞职，就是这个人在那边兴风作浪，因就是为迄阵就开始做这款的代志。即摆伊台神的董事做了，慢慢升，是为马街的董事，以后即个想要去做马街医学院的董事。各位兄弟，我都讲过，咱人伫想要去掌握
管理较掌握迄个金钱，袂一开始就跳去50亿啦，是要为谁开始？为细细的代志，细细的金钱开始，是毋是？啊，愈来安那，胃口就愈大，越来越胃口就越大，不是口味哦。一刚那个陈木木对每一个哦，你们一个个讲然后说，啊哥哥你的口味好重，不，你的胃口好大哦，你的胃口好重哦。胃口愈来愈大，哦，咱唔通讲哇，这个装潢都做歹，哦，讨50亿做歹，其实伊要加讨50亿进前，伊可能是讨1亿、1000万、100万，慢慢讨出来，讨到即摆伊加讨啊50亿。当伊咧讨1亿，伊咧讨1000万，伊咧讨100万的时阵，伊可能是干那为着伊的安全感尔，各位兄弟，哦，就是伊家己的需要，哦，伊感觉讲啊，我有要求，我有挂碍，我有需要这个金钱，也是这个管理，互我会感觉较安全。一开始就是安尼，啊，毋过愈讨安那，就愈济，伊要掌握的管理迄个金钱，就愈来愈济。这咱根本无法度想象嘛，迄50亿。迄若1亿50亿，莫讲1亿，1000万、100万，无就惊死人对无？哦，开始讨去50亿，那是从小处开始安尼累积出来。各位兄弟，咱毋通小看咱心头迄个惊吓，咱内面迄个挂碍。最重要的是，咱是要安怎处理咱心内迄个欠缺、迄个惊吓。迄个无安全感，各位兄弟，当你若是即款无安全感的时阵，你是要挖靠啥物货？甲你的挂碍、你的要求除掉。Raymond Miller 讲，啊，迄个神学家讲，你若无回头，转去挖靠上帝，你会去挖靠人的方法。你所要经的方法，就是要靠人的权力。要靠人的迄个资源、金钱，甲你的关系，人若开始要行即个方向，咱就会愈行愈车，迄会愈来愈严重。就像这位长老，到尾啊，伊一个人徛出来要甲教会来对抗，伊要讨50亿，根本完全是无法度想象，较会是安尼想。咱来想象讲，咱教会长老，看迄长老，也是任何一个长老，竟然去甲马街做董事长，竟然歪落来啊！竟然要甲讨50亿，各位兄弟，咱教会安怎？啊？咱甲围殴对无？咱是甲围殴吼，看即款代志做会出来。各位兄弟，不要太惊讶。这会出即款代志是为对开始做，为小块代志开始做的。啊，迄个小块代志，其实一开始无做歹，无做恶毒的想法，无是干那你的心安怎？无安全感尔。你看路，你要求，干那安尼尔。当咱若毋是挖靠上帝，是要用人的方法去解决的时阵，咱就开始挖靠金钱，挖靠迄个关系，挖靠迄个关系，咱会甲上帝愈行愈远。各位兄弟，我要阁问一下，咱是毋是有迄个无安全感正活伫即个台湾的社会？有无？有吼！你咧惊的是啥物货？你惊啥？啊？惊台湾无前途，吼，所以演过就有先知走出来，叫你来搬迄队贝里斯吼，啊，即摆要搬迄队，咱是要照人的方法去解决即个无安全感吗？
各位兄弟，有当时啊，咱会想讲，吼，咱细个较细吼，一个人一个甲留100万，好无？安尼有够无？无够哦，安尼甲因大学毕业爱留偌济？一个人1000万，爱我3个呢。安尼我嘛要来做马甲会当属长吼，要做三人安尼吼，啊我嘛有百多亿吼，啊叫电视吼，啊电视，各位兄弟，咱毋通笑伊，嘛毋通搁伊做苦，因为伊就是咱。我相信这位叫做伊一开始嘛毋是安尼。一开始嘛是小可的无安全感，一开始嘛是小可的我靠人，我靠钱，我靠迄个权力，一开始拢一拄拄啊，啊，毋过当伊愈来开口愈大的时阵，伊就做出即款想袂到的代志。搁一摆，耶利米所讲的，各位兄弟，恁无得惊，恁所惊的迄个巴比伦王。我毋知你的巴比伦王是啥物货，我毋知，可能是带袂着某，嫁袂出去，也是安怎？毋免惊，你毋免惊，你心内迄个无安全感，你着爱越头，我靠上帝，你着爱互上帝正做你的规律。我毋是咧甲你讲，你着毋免拍拼，毋免去努力，毋免去解决问题。我要讲的是，你毋通做超过，你毋通去找迄个毋对的资源，甲迄个关系，无得惊，咱所惊的。各位兄弟，上尾我要搁提醒一句，我讲过。这个无得惊，咱所惊即句话是有矛盾的。伊讲你毋通去惊你会惊的物件，啊，你到底是会惊袂惊？会惊啊！惊。啊，毋过伊叫你安怎？莫惊。啊，我明明就惊，你叫我莫惊，无你是咧创啥？各位兄弟，真正勇敢的人，真正有勇气的人，会惊袂？会惊袂？愈有勇气的人吼，就表示伊行到要挫赛，搁青，吼挫青赛。我细汉看迄广告，记这啥物广告？哦，刚刚表演。囡仔，有挫青赛。你讲我这囝行到挫青赛，啊，毋过我犹原这是对的代志，犹原要去做。这就是真正的勇气啊！会惊中国咩？袂，你是看无迄个情形，你才袂惊。爱惊，啊，毋过你会惊，啊，毋过你敢去面对伊，这就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气。啊，毋过咱即摆台湾找无着即款的领导者对无？无得惊，咱所惊的。因为咱有上帝，耶利米先你讲的，上帝要甲咱安怎？伫地，而且你讲的哦，上帝要甲咱安怎？愈讲愈细声，咱同心来祈祷。阿爸爸帮助阮真正惊，阮惊，阮活伫即个世代，阮惊阮钱无够。阮惊，阮有欺负，阮咧惊，阮迄个关系无够，阮咧惊，阮无法度处理问题，无法度消除阮心内迄个忧愁、迄个挂虑。啊，爸爸，阮真正惊，毋过求你，就互阮天了你，你是阮唯一的倚靠，互阮知影。若毋是照着你的规律，若毋是圣神教阮伫地，人的方法拢无法度解决所有的问题。帮助阮毋通倚靠遮个金钱、遮个关系、遮个关系，帮助阮知影倚靠你，
当阮知影我靠你的时阵，遮个金钱、遮个权力、遮个关系，拢会真做水。你所要使用拯救阮的器具，所以帮助阮先越头倒转，甲你相拄。阮要学习，伫阮的生活，伫仔细的事项顶面，阮要来挖过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